手哦做手铐，挂喺骹哦做骹镣。来，即摆要问一个上重要，请问挂喺颔棍顶悬的，迄叫做啥？对啦，所以咱现在袂讲做牙架，因为伊是迄足动坏坏吼，甲你吼挂伫颔棍顶悬，啊你伊迄个物件是爱拢甲动坏坏、动宽宽的，无遐动哦，因为甲你压动落，你才会知影艰苦。而且伊个吼身躯一定是做甲足坚固，啊无你吼迄落凊彩透，若去互亮开去，迄哪会使哩对无？吼，所以即三项爱记哩吼，手铐、骹镣吼，啊一般咱台语就定定伫讲骹镣、手铐吼，拢吼挂条着、链条着吼。啊，若挂伫颔棍顶悬，迄个是假啦。啊，当然是吼用迄个啥颔棍去夹吼。好，啊，所以一只吼。迄个甲大家补充吼，咱有当时啊吼，定伫讨论讲哦，迄牙治的，伊像阮北部牙治的嘛讲牙啦，吼，我较袂去讲做牙吼。啊，迄个啥啊，牙治啦、牙病嘛讲牙，甲牙架牙是完全共音吼。当然，咱南部有当时恁都会分足清楚的，你会讲哦，迄个啥牙治吼，迄个音恁可能个分较会清哦。啊，即摆吼。咱即摆要足清楚来甲大家讲，即两字牙到底吼要安怎分吼？咱即摆来讨论即个足重要重点，搁讲一遍哦。咱来讨论即个牙治的牙吼，伊是读做第八条牙吼，啊，搁有啥呢？牙架的牙，牙笔牙治的牙对吼，因为这读做牙吼，啊，因为北部音哦惯势嘛是读做牙，所以听起来拢共音啦吼。其实这足好分的吼，恁参考看卖吼。第一个吼，咱先讲迄个牙，就是提手旁加一个那个举人的举哦，这个吼牙，这个吼，啊北部音是真正是读做牙尔吼。即字吼，就是吼用手牙拢用这个吼，像我做牙笔、牙滴吼、牙机棍啊，牙机棍啊，就是咱咧讲跑龙套啦，叫做牙机棍啊吼。跑龙套，咱台语叫做牙机棍啊，吼，棋子的棋吼，啊棍子的棍，牙机棍啊，吼，可是用手牙的吼，迄个拢是用这个吼。过来，另外迄个啥呢吼，一个大，过一个米的，这个就是吼牙足重的物件，吼用肩胛头甲肩起来，用肩胛头吼，甲啥，甲迄个啥打起来，迄款的吼。咱个用迄个大力的吼，迄个牙，另外大力迄个牙，佫会当甲用伫个啥较抽象的，吼，亲像讲吼，镜头牙起来，吼，啊，迄个吼，像讲哦，伊迄个吼，气喘，咱讲吼，大气喘，吼，下躯喘，佫牙起来，讲哦，规个人脾气拢牙起来，脾气发起来哦，脾气拢牙起来，这个牙呢，吼，佫会当用这个吼，所以。迄个吼，一般是较好分，就是主要吼一个大一个力，迄个拢压足重的啦吼。还是讲用肩胛头压的吼，恁会去用肩胛头压的吼，拢用这个吼较抽象的。好，啊，我即摆来问一个吼，恁要看用多少字吼？像风台伫要来的时阵有无吼？啊，天顶的牙云红吼，台风外流环围，像迄个像迄个。风台迄个要来进前一两工，有当时吼，啊个好天，啊天顶迄云吼，各种动物的形状，咱讲做吼牙云红，好，就是用这个牙吼，好啊，所以呢，像咱讲做阮罗东遐3月初3吼，迄个上帝爷公吼，上帝爷公生吼，啊迄个是毋是爱压大神翁有无吼？因为压大神翁就是迄有无咱咧。迄个要哪讲？咱咧新娘生的时阵啊，无迄大新郎会出来迄个游巡有无吼？大神像迄有无？因为迄个是人吼，伫迄内底吼，伫迄内底迄个啥呢吼？伫用肩胛头打，用肩胛头夹，所以咱压大新翁吼，这个拍甲足好。有人会甲当作迄是神明的神哦，毋是神明的神，是这个吼。伊身躯足大身的身啊，这个正确的字哦，足好吼。大神翁，咱台语本身就讲大神翁，是身体的身，这个无问题吼，真好所以这以上哦，咱个补充这两个这个牙吼。